今日我哋跟咗維修師傅試車嘅路線嚟到呢個智聯盛苑喺我哋鋪頭附近嘅，咁就喺獅子山下面嘅其中一個佛堂嚟嘅。咁今日我哋就嚟介紹一下我哋嘅嚟到第5代嘅 Monster 先。好，嚟到我哋第5代嘅 Monster， 重新演繹咗初代 Monster 嘅經典風格，完美重現 Monster 最識力場嘅元素，模仿野牛背嘅油光線條、標誌性嘅頭燈、一體式嘅坐墊以及緊湊輕巧嘅短尾造型。Monster V2 車架設計，主車架為鋁合金單體車架，而尾段以鋼性物料及編織車架構成，再配合鋁合金空心雙搖臂設定，打造全新造型嘅 Monster V2 系列。890cc 90度 V2 引擎喺 Monster 設定上，最大馬力為111匹，最大扭力91.1牛頓米。由於新引擎嘅可變速進氣系統，喺3000轉嘅時候即可以獲得70% 嘅扭力，而4000至到11000轉嘅時候可以維持80% 嘅扭力。冇油狀態下，整體重量為175公斤，比上一代937輕咗4公斤。騎乘坐姿方面，坐姿更直身，把手向前移及調高，整體駕駛感更舒適同埋輕鬆。座高為815mm， 座椅高度比上一代不但降低咗5個mm， 亦重新設計咗更窄嘅座椅。內腿嘅彎曲度減少咗18個mm， 令雙腳更容易踏地。另外，廠方提供咗低座椅減20mm， 短避震套件減20mm。頂級組件包括 Showa 嘅頭尾避震、Brembo 剎車系統同埋 Pirelli 嘅 Diablo Rosso 4輪胎。而電子設備方面 ，Ducati 喺呢方面十分重視，亦不斷改良，有 Cornering 嘅 ABS、Traction Control、Wheelie Control、Engine Brake Control 同埋最新版本嘅 QuickShift 2.0。QuickShift 喺3000至到4000轉已經可以啟動，全新版本嘅2.0入波非常順滑，全新改良，唔會有棘住同埋挫嘅感覺。騎乘模式有4個，車手可按當時路況狀態去調校。儀表板為全新5寸 TFT 彩色屏幕，有日夜背景燈自動調節，顯示非常清晰。另有2個顯示模式，可供車主按喜好選擇。一般新車喺頭1000公里會係 1-in 狀態，車主需要保持溫柔駕駛喺大概6000轉左右。Monster V2 Plus 非常適合新手或者喜歡喺市區行走嘅車友，由佢嘅硬件到軟件都十分足夠應付喺城市或者公路上穿梭。咁我哋今日介紹嚟到呢度，多謝收看，拜拜。